好咁一起步嘅時候咧，妙星交織係最慢嘅，出得快啲一對淺藍衫嘅馬啦，咁就胭脂嬌船繁星啦，出邊咧就走區貝麗啊，咁啊中間啊求變女子啦，哇儲足彈藥幾仔晒前邊喎，內檔嗰邊有奇妙寶、愛美寶嚇，咁啊再跟住咧即係船繁星啊收翻落去中間啦，咁啊外檔埋緊嚟啦，紅衫藍帽啊，淨係爽擊國度嚟嘅，愛天仙就尾五到嘅啫，喺佢後邊啊麗娃啊，然之後咧仲有再相見嘅，包緊尾嗰隊啦，今次受妙星交織啦，好啦跑咗大約400米到啦，咁啊前面走區貝麗搶咗上嚟帶頭啊！守住大位求變女子嚟嘅，原欄上到第3就奇妙寶啦，守住第4咧，暫時就儲足彈藥。個零馬位之後咧，貼住欄就愛美寶喺第5位啦，拍住佢咧就胭脂嬌嚟嘅，咁啊再跟住個馬啦，先見到咧仲有咧就爽擊角度上咗啲，喺個內側啊船繁星啊，咁再後啲嘅馬啦，先至係愛天仙啦，都仲喺尾5位置，拍住內檔嗰邊咧就麗娃啦，夾住中間啊再相見啦，喺尾嗰隊咧要跑長啲路程嘅馬嚟嘅，今次受妙星交織，暫時係殿後嘅，一路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咁啊走區貝麗帶咗個幾馬位出嚟啦。呢個奇妙寶已經走走到上嚟第2喎，拍住求變女子，不過兩隻都開始騎噶啦。貼欄第4就愛美寶啦，咪中間儲足彈藥咧，就好似係咁騎啊。咁內檔嗰邊攝上咗嚟咧，就走勢唔錯啊，船繁星嚟嘅。咁跟住喺外檔上緊嚟嘅嘛，愛天仙啊，爽擊國度啦。原來欄上咧仲有匹今次秀嘅，入到就300米範圍嘅時候，咁前面形勢都唔同咗啦。咁啊愛美寶啊出咗嚟先嘅，但係外檔咧愛天仙衝緊上嚟噶啦，中間上緊嚟就爽擊國度大外檔啊個麗娃嘅。咁啊前邊咧就愛美寶咧就鬥緊愛天仙啊，咁啊愛天仙個勢咧就似乎咧就一路都追住佢，愛美寶好近啊，1、2名啊，愛天仙到先啊，愛美寶第2，爽擊國度第3，第4名咧可能係船繁星啊。咁啊都係呢度熱門翻嚟啊，咁啊最後一步愛天仙應該啄到落去啊，贏到呢個愛美寶㗎嚇。咁啊再增添一項1級賽啦，密到咯。佢真係靠呢啲㗎，呢啲係唔可以錯失嘅機會啦，已經係。有華麗立，你睇呢場馬，如果跑翻紅馬唔到佢，即刻唔到㗎啦。愛美寶都跑得好靚㗎啦。出頭時間都搞啱晒㗎啦，咁但係冇辦法，爭少少。第3好冷啊，爽擊國度啊，麗娃係咪啊？爽擊國度先啊，爽擊國度先。麗娃好後啊，跑得即係留得太後。爽擊國度第3。